今天我们借用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大家报告哈，各位法师、各位莲友们，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章了。这一章很重要的，师父就解释给各位听。古时候前人的学识，他的经验，对于人生里头内幕的这些真理的了解，他透过几句话来提醒我们呢。人之寿夭贫富，虽曰命中有定啊。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一般众生，所有生活在娑婆世界的这些苦海众生，你有的很长寿，有的很早夭啊，就寿命很短很短，有的出生没有多久就往生了。还有贫富啊，贫穷的人，三餐不继，生活穷困；有的非常富有，富甲天下，他的财富让大家很称羡。那么为什么会这种情况？寿夭贫富，虽曰命中有定。命什么命？我们前世的因果啊，你前世种的因，这一辈子得到的果报，你没办法去改变的。你命中到底有多少福气，到底多少灾难，清清楚楚，你没办法逃避的。为什么你会嫁给这个老公？为什么你会来出家修行？为什么你会出生在这个家庭？你的父母就是这一位，就是这一位，这些东西都有因果关系的。有的命中你做什么工作都会成功顺利，然后财源广进；有的人你不管做什么都是失败的。他的因缘就不记住啊？为什么？虽然命中有定，这就是你前世所种的因果，这是有一个定数啊，定数，这有固定的，知道吗？你很难去改变。然而，但是为善祸福，如果你去行善，心地善良、慈悲关怀别人，然后发挥你的爱心，各位，你只要去为善做善，贺福能够得到这个福气福报，你想追求的目标都能够兑现。但是你做善一定会贺福，做恶会遭灾。你做了很多坏事，丧失天理，逆天而行，你这做的事情是自己违背良心，非常恶毒的跟别人计较仇恨，那这些东西作恶会遭灾，招来很多灾难呢。会有很多的灾害在你的身上发生，一旦发生，你的印途暗淡，贵人也不能出现，做事情也不顺利。你看，我们人活在世间就觉得很痛苦，所以你只是恶报还没有成熟，但是有一天缘分成熟的时候，它自然就感召，就出现在你的跟前，你的身边。为善祸福，作恶遭灾，是依人心之善恶，尽可随时改变。你看，依照人的心，你到底是存善良或者恶毒的观念，随着你的善恶，尽可就完全可以随时改变了。你希望你一切一帆风顺，印途开通，你希望一切都能够如意满足，生活快乐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很美满，你都希望这样。但是你只要行善，不要去做坏，那么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，改变你的命运的。这种非常暗淡、非常不幸的这种命运，可以一下子改变的。只要你心存善良，我们随时跟别人和好相处，自然你的善报、善的因缘、善的果报就会出现的。天地鬼神见察分明啊！你看天地之间，你不要以为说没有啊，仰头一看没有啊，哪里有什么？但是你太不了解了。很多人行善功德圆满了，做人的道德都记住了，他往生的时候去当神啊，你必须要有条件。你看，我们的神都是由人来做的呀，菩萨也是人来做的，各位对不对？菩萨就是你能看得开放得下，心中不要愤怒，不要仇恨，不要老是找别人麻烦。你没有这种观念，你的人品高尚，道德具足，那么你就成就你的道业，成为菩萨了。一般人啊，我们做不到的时候，最起码你能够行善，看到别人可怜，他的生活遭遇值得同情，我们尽你的能力去关心他，帮助他。
各位，你这么去行善，自然就感召往生了以后可以当神啊。所以先跟各位讲，我们天地之间有鬼神呢，死了不是结束啊，是另外一个生活的开始。到底你是当神还是当鬼呀？各位，恶鬼道啊，这孤魂野鬼啊，没有人家祭拜的这些鬼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本身很执着、很贪求、一心计较，每天就是烦恼不断。那么你在往生了以后，出生在鬼道。所以我们人呢，一定利用你一口气还在，尽可能去行善，跟别人结善缘。天地的鬼神见察分明，他观察你啊，随时随地都在了解你，丝毫不爽，一点一滴都不会差错的。所以我们这一章告诉各位，古大德提醒我们：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人之受邀贫富，虽曰命中有定，然而为善祸福，作恶遭灾。以人心之善恶，尽可随时改变，完全可以随时随地改变的。天地的鬼神见察分明，他随时都在监督你，清清楚楚分明，丝毫不爽，一点一滴都不会差错。你不可能逃避的，你不可能去掩盖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了解哦，古大德提醒我们太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尤其我们修行的人呢，更应该要处处小心，不要在这个造罪的陷阱里面一直多了，一直受苦，不断的轮回。我们不必要遭遇到这样。所以为了我们往后的日子，我们更应该要步步为营啊，对不对？要小心谨慎，各位，这样未来的道路才会功德圆满。我们能够了脱生死，成就道业，很重要的。好，今天就用这一章跟各位大家结个缘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